找酒店有人举家刀对人客行挂过甲堵落，警方调监视器追查，伫今仔日抓到嫌犯。民众党立委李金树无放弃中国籍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李金树无下资格，所以袂予伊调机密的档案甲人员的个资。奈及利亚恐怖攻击有武装组织大规模屠杀，造成上无162个人死亡，美国已经派军事人员去协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高雄福田病院呢是逼出哪像互这医疗器材的厂商入去到手术房内底替人开刀的代志。即卖卫生局启动调查，病院甲院长拢罚50万，也那厂商也移送侦办。也毋过，这福田的院长呢是华元网，伊强调厂商其实只是入去这手术房内底来确认寸笑尔。高雄福田病院的手术房内底，医护人员当咧替患者开刀，看起来真正常。但是民众甲这个画面提起向高雄市卫生局检举，讲伫咧手术台的是医疗器材厂商，负责开刀的医生姓谢，是病院院长，人竟然是坐伫边仔休困。卫生局随启动调查，发现姓谢院长自1809年开始，就允准医疗器材厂商人员入去手术房，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对咧对病院甲院长分别罚50万，也甲相关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移送法办，了解是不是有执行医疗行为。暂停谢姓医师手术排程1个月，进一步调查厘清。针对谢姓医师依医师法裁罚最高罚款50万元整，并移付医师惩戒。手术房咱无可能入去嘛，所以讲这个物件，你讲咱拢无证据啦，咱嘛袂当讲伊有安尼做无，咱嘛袂使安尼共讲啊。就是只是讲他的良心道德，伊袂使安尼做啊。民众认为，医生这个行业除了专业技术以外，上界重要的就是道德良心。那姓谢院长是伫家己的面前大门规行，伊强调手术开刀是伊家己开的，因为需要加压指挥，趁这个人胖和厂商去咧确认医疗器材寸笑尔，所互人白白报年甲乌。伊讲会配合调查，刑医清白。针对规个事件，病院也讲绝对相信院长袂做违法的代志。那我们一切是等到公文收到之后，我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卫生局表示，无照去从事医疗业务，相当会当判5年的有期徒刑，罚150万。谢谢院长强调，厂商的人敢若替患者量寸笑尔，安尼是毋是有算无照执行医疗行为？厂商敢有去做其他医疗业务？一切拢需要等待卫生局甲司法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另外来看这新德县的新埔呢，前几天才发现有牛是走去这草园园内底咧偷食，即马佮传出这的牛呢是走出来到车路，而且因为天色是真暗，有一台车闪袂赴转直接安尼弄起哩。后来警方追查确认，就是附近这姓刘的人所饲的，除了是依法裁罚以外，也会通报动保所处理。车路顶雄雄出现几只牛咧踅街，来去去车辆赶紧走闪。不过，别受一台车背负大洞啊，直接甲牛弄落去。虽然驾驶无受伤，不过也是去互牛去吓惊到。他开内线，他看到一个黑影这样子跑过来，然后他就闪到外线去，结果牛就一直撞着过来了。这牛甲前2天啊，装入去别人家的草莓园的牛，其实是同一批主人。当地里长讲，牛四界走，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摆啊。人车都被吓到过，还吓到过，但是怎么讲他都不会改善。一般人养牛养什么羊那些都马是围起来，关着在养。不过经过警方追查，目前已经确认是附近老县事主伊饲的牛，所以依交通管理条例罚主人以外，by通报动保所甲农业处来处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举发，并依权责通报新竹县动物保护防疫所及农业处。警方在此呼吁，饲养动物请落实看管责任，以免造成衍生事故，危害用路人的安全。饲主在养牛的时候，要依动物保护法第5条，要使动物避免，饲养动物时避免动物遭受伤害。那我们一样会发函请饲主到案说明。动保所指出，牛算是经济型的动物，虽然无受动保法约束，不哩个牛的主人因为照顾上造成动物受伤害，同款有疑似违反动保法第5条的规定，会要求主人到案说明。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
2年前，在屏东琉球这个渔船渔圣发号呢是非法甲43只海猪仔抬死，结果后刚来政府来发现了后，过程呢拢互人甲翕落来，通报台湾。即卖这个船长是互人起诉，落尾是照违反野保法判刑2冬2个月。渔船回家，海巡人员甲检方上船检查，船顶发现分析过山鱼肉甲鱼翅。这只远洋渔船渔圣发号2004年伫北太平洋作业时，互加拿大政府发现掠台海猪当作要掠山鱼的钓鱼，通报咱国。经过查缉专案，总共10名印尼籍船员，也有台湾籍的船长涉案，检方起诉船长，6名船员反起诉，通缉4个人。进前，屏东法院宣判4年的船长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判2年2个月有期徒刑。第一，我们是尊重我们司法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个审理啊。那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渔民在海上作业，特别是在公海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再呼吁我们的渔民应该遵守国际及国内的一些管理规范。互掠台的这个海猪有43只，虽然船长主张讲政府对着渔民法令宣导不足，也认为这几年国际渔权互压制。不过法官认为讲，掠台这些海猪显示船长毋是因为生活问题，而是把违法手段当作经营的方法之一。海保署对于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的保育宣导工作始终不遗余力，持续在相关场合进行宣导。保育鲸豚及海龟等保育类野生动物，已是当前国人高度共识的普世价值。2020年之后，其实渔业署跟我发现说，做到渔船有类似的杀海豚的行为，但是这是到了今天才第一艘有渔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受到刑事上的这个处罚。一直关心远洋渔船乱掠这个队民团，肯定司法机关打击非法渔业，不过也发现不是单一的个案，在现有真侪罚款的制度之下，也是有人为了趁钱而违法。呼吁政府对着掠海猪、虎鲨这类重大违规，也是有罪摆违规记录的渔船来建立退出机制，这样法度予台湾的渔业永续来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咧做外交替代役的嫌犯林瑞雄呢，伊是涉嫌伫网络顶头咧卖毒品。顶年咧做替代役这期间呢，过境美国，互人甲掠起来。即马经过纽约联邦法院的审理，是重判30冬，而且伫出监了后呢，搁爱监管5冬，也搁必须上亿美金的资产。讲出认证的英文，也是外交替代役的林瑞雄，派驻友邦圣露西亚后裔，就伫退伍进前请假过境美国，突然互执法机关查落来，佮互扣上卖毒罪名。这个案经过纽约联邦法院审理，伫美东时间初3宣判，以混销毒品定罪，重判30年徒刑，出监了后，搁受5年监管，也没收9亿美金资产。我觉得法官考量到这次的犯罪规模可能是影响层面很大，加上毒品芬太尼本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正在打击的重点犯罪，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日后监督5年，可能在居住地或者是工作上的选择，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这个要求。19-20多岁，化成非法电商，伫暗网主导毒品交易平台无痕市场，促成64万被超过1吨的毒品买卖，影响数十万家庭。搁较未参与毒品芬太尼的药品，造成至少1人死亡。那安尼，根据法定文件，林瑞雄也奉押出偷摕用户的存款，搁以公布各自作为手段向用户恐吓讨钱。林瑞雄伫海外被判刑，8个月游玩继续调查，也已经对伊发布通缉。不过后手的相关侦办暂时向美国联系，调出案件资料。北检回应由承办检察官看案件侦办需要来处理。那这个人还是要回到台湾啊？那台湾他刑法效力极啊，他本来就是在台湾犯罪啊，你还是要对他侦查起诉啊，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啊，你要很积极的跟美国作为一个刑事司法的互助了。林瑞雄犯下万国公罪，将来警方回台，一定面临咱国司法机关的侦查甲审理。不过专案甲泰铢集团案，连续2个案件，拢伫美国寄光了后，咱国才掌握。或者近期是新型科技的跨国犯罪愈来愈猖狂，加上所谓货币流通，定变做洗钱管道，相关单位爱重视，未来爱提升科技侦查量能，对外强化国际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不分区的立委李正雄呢，即马犹阁是中国籍，所以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袂互伊来调一寡机密的档案，也佮有人员的个资。因为李正雄是表示真遗憾，也希望这刘世芳呢，对所有的人标准应该都爱相共，唔通乌白误歹别人的名声。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金秀因为中国身份国籍争议是继续谈。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目前看到李金秀摕文件无当任何的影仔，唔知影相关的资料证明是真还是假。虽望立委本正就会当调机密文件，不过内政部未提供机密以上的文件，也是个人资料给李金秀。目前也无和行政院甲其他部会讨论过，至少伫咧内政部会尽量规范。机密、极机密，还有绝对机密，这些大概都不可能提供。另外，机密以上的你不会提供给他的，对。还有个资，我尽量在我们内政部的话，我已经规范，凡密件以上都不能提供。明明在李珍秀后面，可能还有其他较适格的、资格比较没有疑义的，只要民众党提出适格、合法、没有争议的人来担任立法委员，当然就不会引发行政部门这些困扰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这是政治攻击的延续。过去不是机密的资料，内政部嘛无要回应。民众党立委陈昭祖嘛认为，这是妨碍李金秀行使立委职权。刘部长，你是在扮演大法官吗？我们请大法官来实现好了，就说内政部你可不可以禁止一个已经当选拿到当选证书、已经宣誓完成的一个立法委员，他不能履行他的责任吗？也那李金秀是回应，制度会当修正，法规会当检讨，不过袂当因为人改变做法。嘛表示，刘世峰讲的话感觉真遗憾，希望会当对所有的立法委员拢有相同的标准，不是为着污名化、打标签才产生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是甲美国总统川普来通电话，伊有特别要求这美国着爱谨慎来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另外，伊个讲到要考虑甲美国加买一寡豆仔，展现对美国的善意。因为这川普呢，嘛真有可能伫4月时阵去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拢讨论到台湾甲黄豆，和美中的关系较缓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上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必须爱捍卫国家主权甲领土，永远无可能甲台湾挂出去。美国必须爱谨慎处理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表示，甲习近平通话是真积极，中国当咧考虑买搁较侪美国豆仔，采购量对1200万吨提悬到2000万吨，豆仔机会随大起。川普讲，两个人拢有意识到保持这种状态有偌重要。也那中国习近平是表示真重视中美关系。路透社报道，中国考虑加买美国豆仔，互人看作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虽然安尼，北京同时经过华府谨慎处理对台军售，川普有可能伫4月访问北京，也互人看作是友善的动作。其实，伫咧甲川普通电话的前几点钟，习近平才拄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视讯，正这是习近平一天当中甲美国、罗西亚领导人互动的罕见状况。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амую тесную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по глобальны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сюжетам как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треке, так и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ООН, БРИКС,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других. 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以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和更加积极有为的大国担当，确保中俄关系。美国甲罗西亚之间最后一份约束，就是新体检战略武器条约，初5就到期。这项条约主要是限制两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普廷讲，华府也未回应伊延长一冬的建议。伊甲习近平讲，会对安全局势彻底分析，以平衡而且负责的方式采取行动。另外，根据罗西亚的消息，习近平邀请普廷今年顶半年访问中国。普廷讲感谢邀请，而且接受，也代表美国、罗西亚两大领导人拢会伫顶半年访问北京。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看到这外国媒体报道讲，这习近平呢是要求美国要爱谨慎来处理对台湾的军售案。针对这个消息，咱的总统赖清德伊是表示讲，台湾、美国甲中国之间呢是有4个不变的原则。这一次中美领袖的对话，在美中台三边关系维持4个不变。第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事实不变。第二，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对台保证承诺不变。第三，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国防战略
结盟友盟国家集体防御责任分担，维护印太和平稳定的方向不变。第4个，台美关系坚如磐石，各项合作计划持续进行，不会改变。习近平是要求这美国呢，就要谨慎来处理对台湾的军售。对应即摆咱国内在野党有10届阻挡国防特别条例，赖清德是强调讲，一定就要继续强化台湾的国防，安尼才有通保护国家主权，来维护咱的民主甲自由。而且两岸若准要继续交流，安尼就要先互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佮有国防特别预算，拢会当顺利审查通过。另外，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移民甲海关的这个执法局呢，是开枪大死人，引起大规模的抗议。即马北京边境主管福办是表示讲，有要撤离700的这个执法的人员，然后2000人伫咧当地就好。伊强调这是调整，毋是停止行动，互居民也是袂安心。北京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采是伫明尼阿波利斯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开始裁减宾州的移民执法规模，差不多700个 ICE 边境巡逻人员会随撤离，结束这几礼拜的行动。What I have made clear, we're doing targeted enforcement operation. When we leave this building, we know who we're looking for, where we're most likely to find them, what their immigration record is, what their criminal record is, but as we continue to be forced in the communities, when we go to arrest that criminal target, if we find an illegal alien there, they're coming. 霍曼也强调，这摆撤离无代表行动停止 ，ICE 也是会继续伫社区执行任务，只是登去到锁定目标的执法模式。伊也坦白讲，未来敢会进一步撤离，就要看地方政府甲社区敢有配合。就算联邦政府讲行动裁减，宾州真侪所在抗议也未收煞。部分居民认为，撤700个人只是代表性让步尔，无法度化解社区长期的不安甲无信任，甚至烦恼因只是调去别个所在。First thought is, yay, that we're getting fewer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our community, but my second thought is they're just going to be redirected to terrorize another community, so it's sort of like, it doesn't make me feel good. 面对这个，霍曼强调，政府最后的目标就是结束这波征援行动。不过前提是地方停止对 ICE 人员的干扰甲暴力行为。伊也表示，国土安全部已经伫咧明州优先全面配随身的摄影机，强化执法透明度。My goal with the support of President Trump is to achieve a complete drawdown and end this surge as soon as we can. But that is largely contingent upon the end of the illegal and threatening activities against ICE and its federal partners that we're seeing in the community. 联邦政府想要透过裁减人力为局势降温，也毋过伫咧移民执法甲社区的信任之间问题，也是无通解决。ICE 敢会当真正继续退出明州，也是敢若重新部署到其他的社区，这要待观察。公司新闻陈伟玲证件讲评译。再来看这法国的检方呢，是来搜索社群平台 X 伫咧巴黎的办公室，而且佮甲因的头家马斯克叫去问话，就是因为因所开发这个机器人 Grok 是真有可能牵涉到儿童性影像的问题。因为这 X 平台呢是法冤枉，伊讲这是政治攻击。法国检察官真大动作来搜查社群平台 X 位伫巴黎办公室，并且已经发出传票，要求 X 头家，也就是大好野人马斯克到现场接受讯问。由马斯克开发的开讲机器人 Grok， 对2023年底开始提供予 X 平台用户免费也是付费来使用。伊的功能有图片也有影片的生成，不过因为可能牵涉持有儿童色情的影像，提供也是制作未成年人有一寡无穿衫的图片。甚至是利用深假色情技术制作虚假的色情作品，这问题防检举。虽然 X 平台批评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属政治攻击，不过后面也对此展开调查，并且讲若属实，而且无做出任何实质改善，因此违反后面的所谓服务法。相关的消防处全球年营业额600罚款。In Europe, no company will make money by violating our fundamental rights. One will argue that X has limited this to premium subscribers. Let's be very clear,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is not a premium privilege. 亚那网络社群使用限制，澳洲伫去年12月立法，并且头一个实施，禁止部分16岁青少年使用 IG、TikTok、YouTube 也有 X 这10大社群平台。其他国家亲像马来西亚、丹麦、挪威甲法国也缀咧安尼做。即阵西班牙也要来发出禁令咯。
Spain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6. Platforms will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ge verification systems, not just checkboxes, but real barriers that work. 根据路透社报道，希腊业者伫建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且可能就伫最近来宣布。公视新闻深入批编译。2026年的冬季奥运的车道要伫意大利来开幕，这是因当20冬了后，搁再来举办。也毋过因为即马呢伫现场出示即个比赛的场地，即几天是当咧大风雪，所以一寡选手孤不离中，只通取消训练。美国人子歌手史努比哥哥测试伫意大利加拉拉泰参加2026米兰科蒂纳冬季奥运盛会的团队，这嘛是伊自2024年巴黎奥运担任火把手了后，搁再一届承担这个重要的任务。嘛，和美国代表队献上因有教练的头衔，专门庆祝甲支持运动员。已经有真侪冬奥迷提早到位，准备欣赏这届冬季奥运测试展开的第一项比赛——混双冰壶，有瑞典对南韩、英国对挪威等强队参赛。I love watching curling. Every Olympics, I like to watch it. We're very excited to see all the countries compete in tonight's games. 意大利出世圣地科蒂纳严被保守经历，不过科蒂纳的赛车中心，也就是赛车、更加赛车赛道，也搁咧做最后的赶工，为车拉伫米兰圣西罗球场举办的开幕式做最后的准备。科蒂纳将会举办高山初赛、赛车顶多项的赛顶比赛。测试迄天，当地当咧落大雪，搁吹强风。虽然落大雪会创造理想的赛事条件，不过雪量伤济嘛会带来挑战。包含众人注目的美国41岁出世女神范恩顶再来选手，伫个高山出世落架赛进行练习，被迫取消。勇敢付出，争取生涯第5届冬奥的范恩，顶礼拜伫个瑞士的一场世界杯比赛失误滑倒，倒边卡达乌受伤，但是伊表示状况稳定，会带伤出赛。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这中国北京所举办的国共论坛呢，已经煞稿啊。昨暗这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呢是带团返来到台湾，伊讲未来若准国民党会当执政，安尼就会启动平等甲互惠的交流。另外，这中国也来宣布要来开放上海居民去到金门甲马祖旅游。也毋过，咱陆委会是表示讲，这中国拢用旅游政策来做政治的这个口子啊，所以呼吁应该就爱开放正常稳定的沟通。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结束中国的访问，拜三暗返来到台湾。伊表示，这撮成果真好，未来若准国民党有机会搁再执政，一定会展开双向平等互惠的交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跟大陆能够在有关于民生关切的这些议题上，建立起一个共识跟平台。肖旭琴表示，未来会一步一步增加甲对方的交流合作甲互动，相信更较高层的接触会愈来愈周至。这届国共智库论坛是今年第一个高层级的交流，也是国民党主席第2文就任以后上关卡的。针对总统赖清德这期国共论坛是二次西进，不是加入国际，第2文有话要讲。现在全世界都想要走向中国大陆，赖总统不需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放开心胸，你会发现天地之间任我们遨游的空间很大。根据国共双方共同宣言，这届论坛有5大共同意见，15项内容，其中包括推动开放两化人员来往正常化。中国文旅部测试也宣布会伫最近开放上海居民去金门甲马祖旅游。陆委会是表示，对方将爱用开放大陆客来台湾做口子啊，也毋过政策讲长就长。咱大陆会去年2月已经正式写批予海陆会，表达沟通的意愿，呼吁对方爱恢复咱国。持续的军机舰扰台，持续的跨境镇压，我们两岸怎么正常交流？不了解台湾为什么还要跟他谈观光客？你难道一些风险意识都没有吗？针对两岸交流的节奏甲风险的管控，朝野甲产业界看法也是无相同。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指出，离岛上界惊的毋是开放，是连咪开连咪关。当交流互人变作是政治，地方产业就做袂久长。希望这届会当转化变作是两岸等合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好，看到这中国呢是来宣布最近会来开放上海的居民去金门甲马祖旅游。咱关公署是回应讲，其实只要是行这小三通来的人，拢是稳准的。针对着这两岸观光敢有进一步的来往，咱关公署是强调讲，其实去年2月就有联络对方啊，也毋过到今也未有回应。金门码头透早就有足侪游客用小三通伫两岸往回旅客是未少。最近要开放上海居民去金门马祖旅游，在地观光业者表示拢足欢迎嘛足期待，毋过嘛烦恼交通较大的所在，敢有够挤？面对整个上海来的朋友情况底下，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量能提升？还是有一些配套需要去做了哈。那特别是在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船班的部分。金门县政府指出，要有更较侪旅客，需要中央政策支持。观光署回应，目前咱法令对大陆旅客去金门马祖旅游无限制倒一省，只要是到福建，搁坐小三通的客船到金门甲马祖旅行都会使。旅游业者就指出，希望这一摆机会，两岸豆啊开放往来。目前业者配合政府的新南向市场，不过若是开放大陆旅客来佚佗，对观光产业是有好无歹。以往的话，陆客在台湾的消费一天至少是台币1000块以上。那如果以现在的新南向的话，可能5天4夜下来，可能还没有到1000块。疫情了后，两岸的观光交流自2024年8月，中国开放福建居民去马祖旅游签证申请，后个月搁开放福建居民去金门旅游签证申请。去年2月，中国要开放福建、上海居民去台湾团体旅游，嘛规划加大团2月来台湾，咱台湾嘛要求小两会来协商，最后嘛无成功。不过这个想法又搁出现。我们还是希望政府是能够开放禁团令啊。的紧箍咒只有签注业者，私底下大家都出大陆的团体啦。旅游品质保障协会指出，宣示意义凭观光效益搁较济，不过政府爱正视两岸的观光需求，卡免旅游团变作是地下化，颠倒是危害旅游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树林昨天要光的时阵呢，竟然发生这破红漆的恐吓事件。捌参加过这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走来到台湾生活的这个香港人唐伟雄，伊去年11月就捌受害过，昨又过一届啊。这警方是表示讲，目前已经确认这嫌犯呢是一个姓梁的台湾籍香港人，也毋过伊伫咧犯案了后，就随浪港出境。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要爱建立这个机制甲法律的对策，来应应这外部势力的跨国镇压行为。大门互人破规片红色油漆，捌参与过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来台湾生活的香港人唐伟雄，伫台北树林区开泰拳馆，去年11月份才互2名香港人破油漆，2月初4天光的时，搁再互人破油漆，一定严重影响到伊的生活。昨天他们在破漆以后，我的房东非常的担心。所以我现在会决定先要停课，我要停业。根据警方调查，破拆的嫌犯确认是台湾籍的香港人，犯案了后已经坐飞轮机浪港出境。民团指出，这款类似的恐吓行为，在台湾是愈来愈多，也徛出来谴责。因为唔那是唐伟雄，当乐湾册店拢捌受过跨境的威胁。有民进党立委也表示，这已经显示出来，中国的跨境威胁已经造成人身的安全。汤伟雄先生的工作室也不是个案，之前还有铜锣湾书店，都可以看出中国想要用这个手段，让台湾、让更多的民主自由地区不敢说话。也有很多藏人要回去自己的家，然后要见父母亲，但是从西藏回来的时候有一个恐吓。民团指出，目前台湾也未有专门针对跨境镇压的法律政策，也是受害者通报机制等等。希望政府会当建立系统性的法律政策，来因应外国势力的跨国镇压手法。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台中市北区的汉口路这带呢，有一间炊饺店。昨暗时有一个男性举家刀对隔壁道这人客的胸挂过，安尼甲拄咧就走去。加在受害者是无性命的危险，即马警方调监视器追查，伫今仔日抓到嫌犯。台中市北区汉口路人来去一间炊饺店炊事，暗时差不多8点迄卡到，41岁姓刘的查甫人甲朋友伫内底咧食物件，食煞要离开的时阵，雄雄去隔壁道50岁姓林的查甫人摕刀啊去拄着伊正边的菜脯骨，双方拢无熟悉，啊姓林的查甫人犯案了后就随选啊。我们起身，然后朋友穿完外套，我们要往
外面走的时候，他就也起身，然后右手背着包包，然后左手拿着剪刀，然后无预警就从我朋友身上刺。警察还没来之前，那个拿刀的人就离开了，然后救护车也来，可能有送受伤的人走。警察接到报案，赶紧派人到现场调附近的监视器记录嫌犯。初5半暝2点外，伫北区姓林的查甫人住的所在，甲伊抓到。车缴店业者初5正常开业，毋过打开无3礼拜，店内就有人客去互倒拄着伤，伊嘛感觉真无赖，烦恼生理加减会去互影响到。我在后面理货，然后就听到动静，我就出来，然后就有后续警察到场这样而已。多少都会啦，因为毕竟我也刚开不到1个月，所以遇到这事情我也很无奈，所以我还是正常营业啦，平常心这样子。成功锁定50岁林姓男子设有重刑，专案小组于本5日凌晨在林显住处将其查缉到案，依法带返侦办。消防局表示，受伤姓刘的查甫人菜脯骨顶悬差不多有1公分的空脆，人也搁清楚有送病院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察讲，姓林的查甫人咧互问话时阵，拢应一寡甲问题无相关的代志，精神嘛无介稳定。专案的依照刑法、恐吓公众、伤害罪等等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在地呢，有种真侪经济作物，也毋过县政府呢，煞要伫个民间乡来起焚化炉。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起焚化炉毋但是无尊重民意，而且申请的程序嘛真有问题。希望这县政府会当听到百姓的心声。南投民间要起焚化炉的争议，引起社会大众讨论。即马环评已经进入第2阶段，初3农业部长表示，因会保护农地，会坚持必要性、合理性，甲袂当代替性3大原则，袂凊彩着稳准农地变更。针对起焚化炉的代志，民团也开记者会，因认为规个程序拢无尊重民意。嘛无符合农业部长所讲的3大原则。环评审查内容就是没有去征询民意的，是不民主的，是他们自己说的算的，不仅是违法，而且呢漠视农业部跟内政部的权责。民团讲起焚化炉所引起的相关争议，包含2条对外的路，敢有摕到同意函，敢有合法申请，甲环境污染等等。针对民团的质疑，水利署表示，目前也未收到相关的申请。若南投县政府是讲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互南投有家己解决粪扫的能力。之前表达过说他们要来做移交接管，那这个移交接管我们之前也有函复是同意他做，但是后面我们的一些县地的程序就没有持续进行。那我们在1月27号有函文给县府来确认他是不是要使用这个水防道路，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必须要依照我们河川管理办法来申请河川工地的使用的许可。当然，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没收到县政府来提出申请。县民选给我呢，是让我解决问题的，我会努力克服困难，让南投县自己有自主处理垃圾的能力。民团希望会当先暂停一切的程序，呼吁政府爱听民众的心声。因认为焚化炉若起来，会造成空气品质变歹，含水源污染等等。望政府保护环境，也保护在地民众的身体健康。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这守护环境，来看嘉义市中山路的火锅店，是有民众翕到这外口水沟仔内底呢，拢是浮油，怀疑就是业者偷排的。这影片伫网络引起讨论。即马嘉义市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人去到现场稽查，要来调查污染的来源。画面当中，通看到水沟仔内底拢是浮油。地点就在嘉义市中山路一间连锁咸桥仔火锅店，去互民众用手机翕到，民众将画面放伫网络，希望相关单位重视。嘉义市环保局接到通知，下面就派人去现场稽查。水沟里面确实有一些浮油的部分，那相关的证据我们目前都还在收集当中。如果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依法来告发。嘉义市环保局表示，业者惊去影响到环境，进前都已经有先请人来清水沟仔，若内底浮油，敢是这间咸桥仔火锅店排出来的？环保局讲，已经有采集水沟内底浮油，会来调查确认，
业者是回应讲，伊拢有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处理废油的设备。业者讲嘛会来检讨内部的流程。我们因为都有依照规定的部分，每天去做到一个清洁结构槽的一个动作，那这边会谨慎的去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对啊，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品牌也是深感抱歉这样。餐饮作业场所若设有节油设施，必须经常清理干净。如未清理，将依据食安法第8条规定，请店家限期改善，在择日进行复查。卫生局指出，有派人去加查业者处理废油的设施，业者嘛有提供逐工处理废油的流程资料，有要求业者爱维持排水系统的清洁。环保局嘛表示，会来调查清楚污染的来源甲责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这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呢，是有真侪老青仔，也毋过最近煞有一寡青仔呢，拢互人家撤掉，互在地人是真不满，呼吁这公部门呢，应该就要主动来管理，保留这的公共财。南方澳渔港是khu位啊，种足侪老青仔，有一寡是首尔区渔会领用管理的，有一寡是国产署管理。毋过最近国产署煞派人甲这的老青仔抬掉，互在地人真不满。树啊，爱个人认养的时，安尼地方嘛免缴税啊，嘛免缴这个地方税啊。那么大的树，就像南方澳，每个人一份池嘛，啊你无代无志，就甲记到死。国产署原底预计甲5丛老青仔抬掉，伫咧5线县出面协商，主动认养，才甲最后2丛留掉咧。伊讲这个树啊，已经变作是南方澳的一部分，平常时啊会当提供居民甲渔民假日，嘛是在地重要的观光所在，已经种足侪冬啊，真无简单，生甲遮大丛。公部门无管理，煞发扑就要扑。红皮的老青仔敢若伸树头，互在地人看到直直喊头。国产署扑树啊，主要是因为附近的店家常常反映讲，树啊落甲规土骹，树尾无人清，影响环境。毋过国产署扑树啊，嘛互一寡在地人质疑，无讲无胆就行动。它这个树木生长的情形也不是到整个都已经有枯死的情形哦，那应该是以修剪为主了哈。那尽量能够跟地方这边来做好一个沟通跟协调。管府指出，经过了解，这青仔生的状况毋是无好，表示呼吁国产署应该先修剪为主，把管理的责任担起来，无应该凊彩扑树啊、错树啊。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台南月顶港定节呢，2月初7就要起过，是按算要等出1个月的时间。这个定节到今呢已经办16档去啊。今年的主题是天马秀，也佮有日本甲韩国等等50组外国的艺术家来参加，互传统甲创新的文化会当伫遮交流。这只天界新秀伫水面顶，伊身躯是半汤光，有青蓝色甲粉红色的色水。今年是8年，台南咸水月顶港定节，这回注定以天马秀做呈现，互人看起来就是真自由佮活泼的美丽向灯。加做今年定节上界显白的作品之一，另外嘛用灯光来打造放蜂仔炮的老街。2月初7暗时起过，点灯互大家欣赏，民众拢真期待一年一届的美景。我每年都期待，每年都期待，尽力了啦，就这样子啦，个人见解不同，每年都不一样，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主灯呢叫做天马兽，它是由深钢厚刺所特别为我们这一次灯节所制作的。整个主灯呢，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日本的盒子来进行制作，透过光，事实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感觉。定节以假放咸水未来发展光景做主题，结合工艺术、科技媒材、甲地方文化、历史记忆，甲定节规划做3大展区，嘛结合台湾、日本、参韩国家的艺术家，拢总60组作品，要透过光、舞、声音甲互动装置，甲月顶港这个区域转化做暗时欣赏灯光美景的所在。另外，这回为着要互民众方便规划春节元宵的旅游行程，管理局特别整合活动主线，互民众更加清楚。为了让大家可以一站查询这个过年的众多活动，特别建置2026台南行春的网站，那整合了全台市呢超过100项的这春节跟元宵活动哦。这回艺术家因甲咸水长久累积的信仰文化、生活日常、甲自然景观，当作创作灵感，希望透过这个定节，让大家来想象咸水未来发展。政府讲，月顶港定节那是台南重要的年度文化活动，更加是串联在地文化甲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因为这人为的开发或者高面鹰的生态地呢是受到影响，即马高面鹰已经强要绝种啊，全台湾可能敢若剩300多只尔。林保署是来推动这个保育计划，委托到宾科大来研究，结果竟然伫那边溪发现这个高面鹰的树，也有鸟仔囝，这嘛是目前有记录以来上界南边的生态地。溶溶的门，圆润润的目睭，两只高面鹰的鸟仔囝伫树内底，后壁有鸟仔帽过条条。林保署屏东分署109年开始委托屏东科技大学，针对高雄屏东的高面鹰生态地做保育调查。去年12月头摆伫那边溪观测到有高面鹰伫遮做收捕卵，也成功捕出2只鸟仔囝，是目前台湾高面鹰观测记录内底上南边的生态地。最主要的观察都是在高屏溪以北的地方，这样。好，那我们这次在更南端的林边溪发现，那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知道它族群分布其实是有往南到林边溪的这个流域。虽然这边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扩展了我们过去对它的认知。屏东科技大学特别指出，这是因头摆伫屏南地区发现高面鹰。高面鹰是台湾唯一一种会伫草仔堆做收的鸟头鸟，有白园草的所在是高面鹰上爱地点。去年有学者公布研究资料，受到人为开发破坏关系，高面鹰那生态地已经豆豆啊对中部刷到南部，数量嘛剩300多只，已经特别等进去。在一片外来种植物香赭兰为主的草生地中，草鸮青鸟巧妙利用零星的白毛草丛构筑成新生命的摇篮，这展现了草鸮在栖地选择与生命周期上的强大适应力。林保署屏东分署表示，未来继续甲屏科大合作，营造生态地，采鸡啊和民禽休卡，同时鼓励农民莫用农药优先种植，毋望和高面鹰的数量愈传愈多。记者郭明哲、柯家族、柯兆阳屏东场报道。再来看这酸蚵，伊一冬呢可能才生半公分到1公分尔。屏东茶社这海生馆的研究团队呢，就用这酸蚵本身会收喙的特性，一块一块甲斗做伙，加速这酸蚵复育的速度。原底这成长期呢，就要5冬左右，即马2冬就会当斗出一片酸蚵囊。这个我们后场人工培育的方式那把它移到我们前场。研究人员创水味，甲酸蚵一块一块裁好势，复育成功的酸蚵伫青色的灯光下底展现出影白的色水，互民众拢对酸蚵真好奇。屏东海生馆的研究团队运用融合技术，甲幼长的酸蚵像叉角摆做伙，利用酸蚵会收喙的特性，成长速度就比野生的紧一倍。这种片棘拱珊瑚它广泛的分布在印度太平洋的一个海域，南湾它出水口一带也有很多的族群的一个分布，一块一块在背面把它融合而成。那融合这种速度就很快跟以前可能5年以上这种培育成一个大片的这种珊瑚。研究人员表示，自然来讲，酸蚵成长期足慢的，但是伫人工模拟的稳定环境，加上融合技术，成长速度比野生的紧一倍，2冬至3冬就会当生甲介大型。研究人员指出，人工培育的数量若有会起来，研究就免去采集野生的酸蚵，大量减少对生态影响，甚至会当甲复育的酸蚵仔放回去大自然生态。小的话，我们把它用融合的技术把它变成大的。那如果够大的，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后场移到前场。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采3万颗珊瑚，我们 maybe 只有采700颗珊瑚，然后把它分支。海生馆表示，目前已经培育超过60种的酸蚵，数量冲破3万丛。未来这种酸蚵斗大的技术，若会当快速打造展览的景，也是修复酸蚵搭的重要技术参考。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的金票咧要改版，即马呢是有开放予民众来投票，决定用台湾的水做主题来设计。也毋过最近呢，伫网络顶头是有流传一寡新的图样，中央银行强调讲，这拢是 AI 做的，毋是央行的设计。真正的新的版本，即马还未公布。中央银行定期启动新台票票的改版，会以台湾之美作为系列主题。即摆有12项物件主题，互民众来网络投票。也毋过详细看投票的选项，全部只有文字形式来描写物件主题所看不到各种主题图样。我觉得还是要看实景，不过我觉得干嘛要再花这些冤枉钱？只能用文字来叙述的话，会不太清楚，所以投的时候可能投了，但是最后长得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新票主题网络投票活动明明要到2月13才结束，也毋过网络所提前提出市场名额100、500、1000到2000个名额。同样为百合、太阳花、台湾乌熊甲台湾特尾山羊拢有，也引起讨论。也毋过实际央行还未公布新版票的样式，网传图片拢是 AI 生成。央行表示，目前网络流传几啊张，讲是新版新台票票啊同样，拢毋是央行发布，特别澄清。该活动系以文字方式说明12项面额主题选项之构想，并未公布任何新版钞券设计图案。网络上各种假借票选活动之名流传之相关钞券图案，皆非本行所发布。这摆投票的名额主题包括河海共融、民俗节庆加艺术美学到女性公会有12项主题。不过票选活动拢只以文字形式说明12项名额主题，选项构想并无公布任何新版票啊设计图样。虽然新票设计引起话题，不过随着数位转钱愈来愈方便，经济银行也鼓励民众过年包红包会当用数位形式进行红包互赠，传达心意。现钞，因为拿现金感觉比较爽。长辈红包的话是拿现金比较方便，比较有感觉啦。针对数位红包，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央行表示，透过发放数位红包，唔会当避免人潮，也会当节省社会资源，达到数位转型效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奈及利亚竟然发生恐怖攻击，这是有一个武装组织的发动大规模的屠杀行动，造成上无162个人死亡。目击者是表示讲，因的手段呢是真粗残，先把这全面的双手拢甲绑伫后壁，才甲伊枪杀去。目前这美国已经派军事人员去协防，应对这场安全危机。奈及利亚西半部有2个船伫咧拜二暗时去互武装组织入去庄内开人放火，当地国会议员证实死162人，侪徛家拢向烧歹了，民众流血流地死伫咧涂骹。即届是一个叫做拉库拉外武装团体发动攻击，这个组织甲伊斯兰国钻空烫水库趁半暝下过边境发动攻击。Ya ita haka ya je shagon shi to yana tai musu tuba yana tai musu tuba suka ce ina a yau duk wani namiji ne sun kashe shi sai dai na gagawar shi。红十字会讲，这个所在真偏远，州府塞车过去要8点钟，而且搁伫边境救援行动真困难。若同一天伫北部的卡济纳州嘛传出有歹徒攻击致死25人死亡。面对内国绑票杀人的代志愈来愈多，美国非洲司令部证实，美军派一团小型的军事顾问团到内国，这嘛是美军去年底对 ISIS 发动攻击了后上新的军事援助行动。Eyewitnesses say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by about 200 gunmen who fired indiscriminately and burnt down houses. The attackers are believed to be members of one of the many armed groups that have been launching deadly attacks on communities in Kwara and neighboring Niger State. 这家属咧台亲人的大体拢吼甲无声，因捌想要和武装团体达成和平协议，换一个安全，但是根本无路用。奈及利亚国内乱吵吵，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嘛批评当地政府无法度保护基督徒，放掉会阁有更较强的军事行动。即马各界拢在关心内国国军敢会当配合美军抵抗 ISIS。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真侪人拢真介意饲这猫仔甲狗仔来做伴。伫个土耳其呢，是因为信伊斯兰教，所以有加较介意饲这猫仔。亲像伫个伊斯坦堡呢，是有16万只猫仔伫个街仔头安尼乱踅，当地人拢会买米来互因食，结果煞互即只猫仔愈食愈大颗。在地首领好现的目睭剃甲大大蕊，这只叫做卡尼昂的猫咪其实无主人，伊住伫土耳其伊斯坦堡一间购物中心的门口，平常时附近的居民会饲，不过有当阵伊比购物更较吸引人。捌一届有人偷摕伊咧困的篮仔，颠倒引起真侪居民的疼惜，毋若主动出钱甲伊买新厝，搁饲伊食足侪细手仔，互卡尼昂的体重一直增加。Ondan sonra bayağı popüler oldu. Gelip geçtikçe şimdi herkes fark etti. Ama tabii daha zayıf bir kediydi. Sürekli 24 saat full mama yiyor ve obez oldu. 卡尼昂毋是个案，根据伊斯坦堡市政府统计，当地大约有16万只鸡猫，大多数拢是居民咧饲，伫街头巷尾，甚至是各大明星古迹，拢看到展示自在的猫咪，互伊斯坦堡得到猫咪之城的好名声。Onlar
burada sevilsin, işte beraber yaşansından ziyade kedilerin işte zararlı böcek, hayvan, fare benzeri şeyleri onlara karşı sarayı temizlemek amacıyla bunların buradaki istihdamlarının birinci vazifesi bu zaten. 专家指出，伊斯兰教将猫咪看作性格的动物，经典嘛几若遍讲到先知穆罕默德爱猫的故事，所伫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伫15世纪攻占今仔日伊斯坦布尔时，饲鸟互看作以神的名义奉献，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当600多年过去，猫咪已经会晓参伊斯坦布尔的市民共同生存，嘛成做当地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继续把时间交予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天乌、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西半部的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地区还阁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地降雨。东北部地区会落小可雨。真多谢唐阿伯气象，以上就是这则重大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